后来，是屏东的盐埔乡一间宫庙迎妈祖绕境，发生着集体冲突，佮有男子举迄个法器来做声势，一大阵人是非常的混乱。讲上主要是有2个民众看庙会时阵下杀起冲突，佮哪像有举这个酒干那共讲，才怎来起相拍。闹热庙会分赃现场，唔知是啥物原因，常常有人伫咧冤客。一个人伫咧烧杀，嘛伫咧烧两，佮有查甫人手提法器入场助天。现场是规路惨惨，警察赶到现场，想要将两边的人救开，控制失控场面。这是屏东盐埔乡一间宫庙迎妈祖的分赃活动。昨暝9点半，活动特别煞苦，却因为人伤多，有2个民众伫咧烧杀，敢若佮摕酒干仔伫咧烧喊，场面是真乱。然后回到庙会现场监控，比方是讲当时其实是百家将表演特别结束，线场的时，伫咧边仔看的民众发生冲突。这和家将无关系，迄是因看闹热的人，想过人伤济。小 A 来造成讲2个人的口角，然后伫遐相拍。伊拢讲这是百家将的人，毋是，伊那是拢总是来看闹热的。将该2名涉案人带返驻地厘清，那双方互不提告，那前案依社会秩序维护侦办。闹热的庙会活动，因为有人起冲突，总变调，敢有其他人士涉案，警察阁继续深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